第20集，願你如風自在，如水游印。今日讓心靜下來，聽聽佛說的智慧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如水無形，隨方就圓；風無定形，卻能穿越萬物；水無執着，卻能包容萬象。佛教教我哋，真正的修行唔係剛強，而係靈活；唔係抗拒，而係順勢而行；自在唔係任性，而係鬆容。你唔需要控制一切，只要懂得放下，如風般自在。唔係冇方向，而係唔執着；唔係冇原則，而係唔僵硬。自在係一種智慧，知道咩時候前進，咩時候退讓。柔韌唔係脆弱，而係力量。水可以穿石，風可以化形。柔唔係武力，而係懂得轉化。韌唔係硬撐，而係懂得調整。佛教講空性，唔係空無，而係無礙。你愈柔韌，就愈堅強。修風水心的方法，面對挑戰時唔急住反抗，而係問我可以點樣轉化。練習順勢而行，唔執着結果，只專注當下。練習柔中有定，心柔軟，但方向清晰。練習水善利萬物，以善意待人，不爭而利。每一次靈活應對，都係一次修行；每一次柔中帶剛，都係一次智慧的展現。本周金句分享：剛者易折，柔者長存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願你如風自在，如水游印。願你在人生風浪中，仍能安然前行。下星期見，多謝收睇。